晴朗工程公司一直以安全第一為首要原則，嚴格遵守勞工處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標準，定期進行安全培訓與現場檢查，確保每位員工都能安心上班、平安回家。晴朗用專業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。我喺晴朗搭棚有限公司咧，就做咗30年，由學徒開始做到而家經理。咁我跟咗我哋老細Sunny Wong30年啦，但係我老細喺呢一個行業咧就做咗39年。佢做嘢好認真啦，做事嘅能力都好強。咁我喺佢身上都學到好多嘢，同佢一齊合作去做呢間公司。咁當然冇事係完美嘅，有好多問題我哋而家到今時今日我哋都喺度面對緊。但係我覺得冇嘢會難到Sunny Wong，我亦都對佢好有信心。